为着要让囡仔拢集中去读大间的学校，致使细间的学校无人读，彰化有管制中小学入学的人数总量。不过出名的中兴国中今年的新生人数超磅，有168个囡仔去报到啊，煞袂当入学。家长就批评去影响到囡仔的受教权。因那县府是表示会个辅导因去读别间学校。姓詹的小姐弟啊，今年准备读高中，厝到住伫彰化市属于中兴国中的学区。不过因为户籍所在地校长是因的阿姐，互小姐弟啊虽然是住伫学区内底，不过也阁袂用读这间国中。随便想应该都知道，说很多人都是寄户的啊，但是我们是在地，就是出生就住在这边的。彰化县自2021年实施国民中小学入学人数总量管制，针对县内15间国中小人数有限制，其中之一的彰化市的中兴国中，都被看作是名册学校。除了有彰化市周围乡镇的学生也想要去之外，结果今年有168新生无法度来读。彰兴国中今年的会考成绩比往年都要更好。我们如果依照去年的录取标准，彰中彰女，我们今年是破200个。学校表示，今年除了入学的是少量的囡仔，学校办学成绩袂歹，所以名额是大家咧抢。这一届按算招收493人，不过有661人报到，有168人被列为必出名单，可能领回毕业证书等待候补。今年彰兴国中的总量管制是录取到第3顺位，就是学生的必须跟直系或监护人设立在同一个户籍。县府表示，制定总量管制办法的目的是咧平衡各校的入学人数，避免过度集中伫少数名册学校，引起别个学校人数无够，也保障教育资源的分配，所以无正班的规划，也辅导学生去其他学校来读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